弟兄姊妹平安。咁我自己咧經歷咗相當多年嘅失眠嘅問題。主要咧唔係好難入睡啊，而係好多時咧夜晚一醒咗咧就好難再瞓翻噶啦。要追溯翻之前咧係幾時咧？應該係從牧會開始左右啦。最初都係間中嘅，但後來咧就不斷都發生啦，成差唔多每晚都失眠。其實唔知點解，點樣都控制唔到嘅，就係醒咗之後咧，就好多嘢會浮出嚟噶啦，都係教會嘅人同埋事啦。而我自己咧就好自然就會去諗點樣去做啊，點樣去搞掂佢啊，亦都特別多咧，唔知點解嘅。夜晚醒嗰個時候咧，日間嘅時候冇咁多 idea 嘅，冇咁多諗法嘅，就喺嗰個時候咧，哇！無論係諗法，無論係掛慮，或者咧點樣諗，一直諗到嗰啲 idea 就要即刻記低啊！如果唔係咧，第二朝起身咧唔記得咗啦，就好想用我記低，第二朝一定要記得翻啊！等等咧，咁就搞到咧成晚都瞓唔着，瞓唔翻。主要因為咁啦，好多放唔低，有好多人同埋事啊，壓住個心啊，搞到長年都失眠。好羨慕嗰啲一無掛慮，毫無掛慮啊，話瞓就瞓嗰啲人啊。但係冇掛慮，未必一定係唔諗嘢噶，未必係乜都唔理。會唔會係有信心相信一天嘅難處擔一天就夠呢？有機會同好多肢體分享失眠嘅事情，原來咧都聽到好多肢體都有類似嘅情況，甚至連入眠都有困難。原來咧唔係淨係得我呢啲凡人咧有呢啲問題，連尼布甲尼撒啊，一個能夠號令千軍萬馬嘅君王，有一晚佢竟然咧都俾一個夢咧搞到徹夜難眠。原來權力再大，亦都買唔到一夜嘅安眠。地位再高，亦都擋唔住咧嗰個突然間喺深夜問你究竟靠緊啲乜呢一份聲音。我哋將安全感放咗喺邊呢？我哋嘅大將係喺邊度？係啲乜嘢呢？呢個問題越係迴避嘅話，佢越會喺三更半夜出現嘅。讓我哋去睇今日嘅經文，但以理書嘅2章1節。尼布甲尼撒喺在位嘅第2年咧，佢就做夢啦，心裏就煩亂，就瞓唔到。咁呢度嘅第2年其實係講緊但以理被擄嘅第3年，就係但以理咧同埋友人啱啱完成咗第3年嘅訓練，就歸入咗咧哲士嘅行列。咁呢個危機咧就臨到。第2至到第4節，王吩咐人將術士用法術行邪術嘅，同埋加勒底人召嚟，要佢哋咧將王嘅夢話翻俾王聽。咁呢班人咧就係去到王嘅面前，咁王就同佢哋講啦：我做咗一個夢，心裏煩亂啊，要知道呢個係乜嘢嘅夢。咁加勒底人咧用咗亞蘭嘅言語，對王說。用亞蘭嘅言語就對王說啦：願王萬歲！請將咧嗰個嗰個夢咧告訴僕人，咁僕人就可以講解啦。咁由呢一章嘅第4節開始咧，但以理書就咧嘅原文就突然間咧由希伯來文轉咗做亞蘭文，咁又一路啦去到第7章先至轉翻轉頭。咁亞蘭文係當時咧近東嘅國際通用語言。呢一個語言上嘅轉換咧係一個神學嘅記號嚟㗎，係神藉着但以理所揭示嘅，唔只係講俾以色列人聽，而係一個面向普世嘅萬國宣告。換句話嚟講咧，由呢一刻開始，神已經咧將鏡頭由一個民族拉闊到咧係去全人類嘅歷史裏邊，擴闊到讀者嘅視野。焦點唔係喺歷史上呢一個特別嘅王身上啦，已經去到第5至到第6節，王就回答嗰加勒底人就話啦，夢我已經唔記得咗啦。你哋咧如果唔將夢同埋夢裏邊嘅講解話俾我知咧，你哋就死咧，我就必咧酷刑處死你哋。你哋嘅房屋咧就必成為糞堆。
你哋咧如果能夠將夢同埋夢嘅講解話翻俾我聽咧，我就必從咧這裏咧，即係你哋就可以得到好多嘅贈品啊、賞賜同埋大尊榮。而你哋現在，你哋要將夢同埋夢咧講翻俾我聽。咁啊，第5節，王講到夢我已經忘了啦。其實更準確嘅翻譯咧係就係話呢件事我已經決定，我頒布呢個命令，即係意思就係我唔會將夢係講乜像夢嘅內容話俾你哋聽㗎。如果你哋真係咁有本事嘅，就連夢帶解說都講翻俾我聽。嗱，尼布甲尼撒王係故意設下一個冇可能嘅條件，就係要試下呢班嘅哲士究竟咧係咪真係有通神嘅能力。跟住去到第7至到第11節，佢哋第二次就同王講啦，請王將夢話俾僕人聽啦，僕人就可以講解嘅。咁王就同佢哋講，我就係知道你班友仔咧故意嘅言辭啊，你哋咧就係你哋，因為咧你哋知道嗰個夢我已經忘記啦。你如果唔將夢話俾我聽，只有一個方法對付你哋，就係咧預備咗謊言同埋亂語去到同我講，要等候時勢嘅改變即係話咧等到遲啲阿王忘記咗或者改朝換代嘅時候咧，你就逃過大難。但係而家你哋就要將夢話俾我聽，因為我知道你哋能夠將夢嘅講解告訴我。加勒底人咧就喺王面前就話啦，世上冇人能夠將王所問嘅事講出嚟㗎，因為冇君王、大臣掌權嘅，同埋向術士或者用法術嘅，或者加勒底人問過咁樣嘅事啊。第11節，王所問嘅事甚難，除了不與世人同居嘅神明，冇人可以喺王面前講出嚟。嗱，哲士嘅回覆咧就好有意思嘅，其實佢哋親口就承認咗咧呢件事就係超出咗一切人嘅能力，唯有神先能夠做到噶。我哋講呢啲說話，本來就係諗住為自己甩身啦，係咪啊？點知就啱啱就可以預告咗接落嚟咧，但以理所要彰顯嘅，正正就係呢位不與世人同居，卻又願意向人啟示奧秘嘅嗰位神。跟住12到15節，因此咧，王就好鬼嬲啦，就大發烈怒啦，吩咐滅絕巴比倫所有嘅哲士，於是就命令就發出去，要將所有嘅哲士啦、但以理同埋佢嘅同伴咧殺死。咁王嘅護衛長亞略就出嚟啦，要殺巴比倫嘅哲士。但以理咧就用婉言回答佢，向王嘅護衛長亞略就話啦，喂，王嘅命令點解咁急啊？緊急嘅即係呢度嘅原文咧就係點解咁嚴厲同咁殘酷啊？咁亞略咧就將即係細節咧就講翻俾但以理聽。其實電光火石之間咧，但以理喺14節嗰度用婉言去到回答亞略。其實婉言咧原文係兩個詞嘅意思嘅，係謹慎同埋機警。嗱，呢種冷靜咧唔係天生噶，而係第一章嗰個立志所累積落嚟嗰個內在能量，喺第二章嘅危機裏邊咧就自然流露到呢一份嘅婉言，即係呢份嘅謹慎同機警出嚟。嗱，平日操練嘅危機時候自然會流露。我成日都同弟兄姊妹講，信心往往就喺關鍵同埋最危急嘅時間，甚至係諗都冇空間諗嘅時候咧，嗰陣時就證明到咧信心喺邊度啦。跟住16至到18節，但以理咧就進去求王啦，即係求寬限啦，話佢可以咧將夢咧去解釋俾王聽嘅。咁但以理跟住咧就翻去佢嘅居所，就將呢件事咧話俾佢嘅同伴聽，要佢哋咧一齊去祈求天上嘅神施憐憫，將呢個未經神啟示就冇辦法知道嘅事指明佢哋，免得咧但以理同埋佢嘅友人咧，即係同巴比倫其餘嘅哲士一同滅亡。嗱，但以理求王寬限嘅嗰一刻咧，佢已經相信即係神係會啟示佢哋噶啦，亦都咧佢翻去召集自己嘅同伴一同去祈禱。嗱，但以理揾嘅第一時間揾嘅唔係一啲有辦法嘅人，
佢揾嘅係一啲一齊禱告嘅人。其實佢喺即係宮殿裏邊都叫做有頭有勢嘅啦。佢冇即刻去揾咧，即係亞略幫忙，冇去揾嗰啲咧高官去疏通啊，冇動用其他任何嘅政治關係啊，或者揾啲嘢咧去分散王嘅注意力。喺生死嘅關頭裏邊，佢選擇第一條路就係禱告。呢個選擇本身就係一場信仰嘅告白。佢真正相信能夠改寫呢一場危機嘅結局嘅唔係人脈啊，而係神自己。呢度帶出咗一個好實在嘅問題，我哋身邊有冇呢一種隨時可以召集嘅屬靈同伴呢？但以理一遇到危機就揾到三個友伴一齊能夠跪低一齊祈禱。咁我哋呢，如果經歷人生最黑暗嘅時候，甚至係夜晚凌晨2點，你打唔打得出呢個電話呢？跟住19至到23節。呢個奧秘嘅事就喺夜間異象裏邊俾咗咧但以理顯明。但以理咧就稱頌天上嘅神。但以理就話啦，神嘅名係應當稱頌嘅，從亙古直到永遠，因為智慧能力都屬乎佢。佢講辨時候、日期、廢王、立王，將智慧賜予智慧人，將知識賜予聰明人。他顯明深奧隱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嘅，光明亦都與佢同居。我列祖嘅神啊，我感謝你，讚美你，因你嘅將智慧咧才能賜俾我，允准我所求嘅，把王嘅事給我指明。但以理讚美詩嘅內容咧唔係空泛嘅，哇神啊你好勁啊咁樣就講完喎，而係好具體噶。佢宣告神嘅4樣屬性。智慧、能力、主權，即係廢王立王啦；啟示，即係顯明深奧隱秘嘅事。呢4樣全部都係但以理書反覆出現嘅核心主題。神嘅智慧貫穿咗1至到6章嗰啲嘅官廷故事、官廷事件，而神嘅主權同埋啟示就貫穿咗7至到12章嗰啲嘅異象。換言之，但以理喺第2章所讚美嘅呢位神，正正就係貫穿咗整卷書，由始至終都係掌權嘅嗰位。但以理喺生死嘅關頭所獻嘅，唔係一個慌亂嘅呼求，而係一首結構完整、神學紮實嘅讚美詩啊！呢個唔係喺危機嘅時候臨時逼出嚟嘅一啲嘢嚟噶，呢個係一早已經刻咗喺佢嘅骨裏邊嘅。跟住24至到25節，於是但以理進去見亞略啦，就係王所派嚟咧滅絕巴比倫嘅哲士嗰個人，同佢講就唔好滅絕巴比倫嘅哲士，求你咧領我到王嘅面前，我要將夢嘅講解告訴王。亞略咧就急忙將但以理領到王嘅面前，對王話啦，佢話我喺被擄嘅猶大人中咧遇見一個人。佢能夠將夢咧講解俾王聽。留意但以理見到亞略嘅時候，第一句唔係話帶我去見王，我有答案啦咁樣，反而咧就係喂，唔好滅絕巴比倫嘅哲士，亦都唔好話唔好殺我。佢係唔好殺嗰啲巴比倫嘅哲士。佢第一個着緊嘅係設法保住人哋嘅性命，而唔係趕住去立功。呢一份嘅胸襟咧。喺嗰個你死我要活嘅宮廷裏邊咧，其實肯定係異類嚟噶。而喺幾十年之後，去到第5章，去到第3任嘅皇帝啊，嗰陣時嘅太后就提起咗但以理啦。會唔會正正就係佢喺朝裏邊積存咗好多好嘅名聲，就能夠喺嗰陣時將佢重新帶回歷史嘅舞台呢？而我哋今日一個可能好唔起眼嘅善意、善舉、善念，神可能就係用佢喺幾十年後成就我哋一個想象唔到大事嘅大事都唔定噶。跟住去到26至到30節，王就問啦，就話問但以理就話啦，你能夠將我個夢同埋我個夢講解話俾我聽？咁但以理就喺王嘅面前回答就話，王所問嘅嗰啲嘅奧秘事、哲士同埋用法術嘅、術士嘅、觀兆嘅，都冇可能講俾王聽噶啦。只有一位喺天上面嘅神
能夠顯明奧秘嘅事，佢已經將日後必有嘅事指示咗尼布甲尼撒王。你嘅夢同埋你喺床上腦中嘅異象就係咁嘅。王啊，你喺床上面諗到嘅後來嘅事，嗰啲顯明奧秘事嘅主，將來必有嘅事指示俾你。至於嗰啲奧秘嘅事顯明俾我，並非咧因為我嘅智慧勝過一切人，而乃係咧使王知道夢嘅講解同埋心裏嘅思念。嗱，呢一章嘅主題唔應該只係即係注重喺咧夢嘅內容同埋嗰啲嘅解釋，而係我哋嘅焦點應該係放喺唯有神嘅智慧先能夠啟示生命嘅奧秘。嗱，我盡量將同主題有關嘅同埋中間一啲神學嘅信息嘅去講解。至於嗰啲預言嘅細節，就例如講到第幾國嗰啲啊等等咧，有機會喺主日學或者配合主題嘅時候先詳述。咁啊，但以理開始解夢咯。31節，王啊，你夢見一個大象，即係呢個象甚高啦，唔係大笨象啊吓，係一個好大巨型嘅雕像嗰個象吓。咁呢個象甚高啦，極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狀甚是可怕。嗱，形容到甚高極其光耀咧，即係令人哋敬畏啦，同時間形狀又係叫人哋可怕嘅，即係令到人哋不安。一座叫人又敬畏又害怕嘅大象，正正就係人間一切偉大文明喺神嘅眼中嘅真貌。即係咩呢？表面咧就燦爛奪目，但係私底下咧就藏着叫人不安嘅東西。跟住32至34節，呢個象嘅頭係精金嘅，胸膛咧同埋膀臂係銀嘅，肚腹同埋腰係銅嘅，腿係鐵嘅，腳係半鐵半泥嘅。你睇下，即係見有一塊非人手所鑿出來嘅石頭打喺咧呢個象嘅半鐵半泥嘅腳上邊，將隻腳咧就整碎咗啦。咁啊，英文咧有一句慣用語咧叫做 feet of clay， 即係泥腳啊，去到形容一個人或者一個組織外表好似好強大，但係根基咧就有着致命嘅弱點。最堅固嘅鐵接嘅竟然係最易碎嘅泥，最威武嘅巨象站嘅即係企喺咧，竟然係最唔穩陣嘅腳上邊。咁跟住咧35至到45節，於是咧金銀銅鐵泥啊，都一同咧即係斬得粉碎啊嚇！咁啊成就好似咧夏天嘅禾場上面嘅糠秕咁樣被風吹散，無處可尋。打碎呢個象嘅石頭咧，就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咗天下。呢個就係夢啦。我哋喺王面前要講解呢個夢。王啊！你係諸王嘅王，天上嘅神已經將國度、權柄、能力、尊榮都賜咗俾你啦。凡世人所住嘅地啊、走獸啊，並天空嘅飛鳥咧，佢都交付咗喺你手裏邊，使你掌管一切。你就係嗰個金頭啊！咁喺呢個以後咧，就會興起另外一個國，佢冇咁你咁勁嘅，又有第三個國就係銅，必掌管天下。第四個國必堅壯如鐵，鐵咧能夠打碎。即係克制百物，能夠壓碎一切。嗰個國咧，亦都必打碎壓制列國。咁你既見象嘅腳同埋腳嘅指頭咧，一半係窯匠嘅泥啊，一半咧就係鐵。咁啊，嗰個國咧，亦都會將來都會分開噶啦。你見到鐵同泥咧摻雜咧，嗰個國亦都必有鐵嘅力量。嗱，嗰腳嘅指頭咧，既係一半鐵半泥啦，嗰個國亦都半強半弱。你見鐵同泥摻雜，嗰個國民咧也同咧各種嘅人摻雜，卻不能咧彼此相合，正如鐵泥不能組合一樣。咁啊，當列王在位嘅時候，天上嘅神咧必另立一國，永不敗壞，也不歸別國的人，卻要咧打碎滅絕嗰一切嘅國。咁呢個國咧必永遠，即係傳到永遠。
嗱，你既看見非人手鑿出來嘅一塊石頭從山而出，打碎金銀銅鐵泥啊！呢個就係自大嘅神將後嚟必有嘅事指明俾王聽。呢個夢咧就係咁樣噶啦，講解亦都係真確嘅。嗱，講完一大堆嘅夢，我哋慢慢睇中間嘅一啲嘅重點。嗱，第34節一開始嗰度提到非人手鑿出來嘅石頭，嗱，原來主角唔係31節嗰個甚高極其光耀令人敬畏啊又令人不安嘅大像，而係竟然係一塊石頭。嗱，經文咧好刻意咁講呢一塊石頭咧係非人手鑿出嚟噶，非人手鑿出嚟噶。啊，呢塊石頭打在咧大象最脆弱嘅地方，就係嗰個半鐵半泥嘅腳，然後整個嘅像金銀銅鐵泥都一同嘅全部粉碎。第35節形容呢一切都就係變得粉碎啊，就成如咧夏天嘅禾場上面嘅糠秕。嗱，糠秕有兩個特點，一係咧佢嘅重量就好輕嘅，第二咧就毫無價值嘅，因而咧就被風吹散，無處可尋。咁金銀銅鐵泥代表啲乜嘢咧？咁啊，我哋好出名嘅更正教神學家加爾文一句說話就講清楚啦。佢話但以理唔係要講解某一個時刻將要成就嘅事，而係要顯明無論世代點樣更替，神始終係喺度掌權。無論點樣對號入座咧，呢一幅圖畫嘅信息都係一致噶，就係帝國再強，亦都只係排隊等候被取代啫。而呢一塊石頭值得我哋留意嘅係，第一，佢係非人所設嘅，即係呢個國度嘅建立，佢嘅出現完全唔係人嘅掌權，即係掌握裏邊。第二，佢係永存嘅國，巴比倫由興到亡，波斯由盛到衰，無不有時，但係唯獨神嘅國係冇日落噶。第三，唔會被征服，呢一個國度係唔會好似巴比倫俾波斯征服，波斯俾希臘征服咁樣，就一個一個俾下一個帝國取代。呢一塊石頭，呢一個帝國係冇，佢係所有帝國嘅終結者。第四，佢係徹底消滅人一切嘅帝國。嗱，佢唔呢個石或者呢個國係唔係同呢啲帝國共存，而係取代呢啲帝國咯。呢個就係但以理書嗰個排他性嘅宣告，歷史嘅終局只係得一位贏家。第35節講到打碎這像嘅石頭，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天下。石頭預表咗基督，佢嘅降臨唔係依據人嘅安排，乃係咧照着神自己嘅計劃，所以咧係非人手鑿出來嘅。呢塊石頭係由舊約到新約，就係基督同佢嘅國度。所以我哋嘅安全感嘅依靠對象唔係一個抽象嘅概念，而係一位有名有姓為我同埋你死過又復活嘅主。跟住46至49節，當時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喺地上面向但以理下拜，並且吩咐人俾佢奉上供物同埋香品。王就對但以理說啦，你既能顯明這奧秘嘅事，你哋嘅神誠然係萬神之神，萬王之王，又係顯明奧秘嘅事嘅。於是王高抬但以理，賞賜佢許多上等禮物，派佢管理巴比倫全省，又立他為總理，掌管巴比倫一切嘅節事。但以理就求王啦。王就派咗但以理3位友人，就一齊去管理巴比倫省嘅事務，只係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君王竟然向一個亡國奴下拜，唔係因為但以理有幾叻，
而係因為佢背後嘅嗰位神，正係咧顯明深奧隱秘嘅事嗰位嘅主。神喺第二章藉異象告訴尼布甲尼撒，其實你只係金嘅頭，後邊仲有銀同鐵嘅國度。最終咧整座像咧都要被神嘅石頭所擊碎。到咗第三章，我哋可以睇到啦。一開始佢偏偏就做咗一個整個都係金嘅金像，要全帝國嘅人跪拜。佢做嘅意思就係表明佢自己嘅國度係永不滅噶。我唔單止係金頭，我仲要整個都係金。第三章嘅金像就係對第二章嘅異象嘅一個反抗。無論佢點樣講都好，你哋嘅神誠然咧係萬神之神、萬王之王，但係尼布甲尼撒仲係追捧佢自己夢裏邊嗰個嘅大像，而唔係真正佢自己睇到或者佢口中講嗰位萬王之王。夢嘅內容不單係講到之後歷史點樣發展，而係從呢啲歷史裏邊帶出嗰塊非人手作出來嘅石頭。神從超越歷史嘅層面直接介入嘅結果。呢個就糾正咗所有將盼望寄託咗咧係人，寄託咗喺嗰啲人能靠自己建成理想國嗰個嘅幻想裏邊。夢裏邊最吸引王嘅就係嗰個大像，而唔係嗰塊石頭。咁我哋呢？我哋會唔會喺生命裏邊亦都有一尊嘅大像，將我哋嘅眼光從主嘅身上轉移咗呢？咁多年喺唔同嘅教會牧職，點都會睇到一啲嘅肢體係全副心機推動一個事工計劃，由構思啊、計劃啊、聯絡到安排，花咗好多心思時間，甚至會覺得呢啲計劃一定係神嘅心意，所以更加落力去做。因為咧，佢睇起嚟幾咁嘅合理，幾咁嘅有意義，幾咁多人嘅支持，而結果計劃一就因為種種嘅原因，無論係環境改變啊、資源不足啊、時機唔啱啊，或者有另一啲關鍵嘅人退出咗啊，胎死腹中。唔係因為做錯咗啲乜，而係純粹可能有時係時勢唔啱啫噃。嗰刻整個人就 down 晒啦，對乜嘢都灰心，甚至更差嘅，有時因為呢一份嘅熱心，為咗主做到最好，追求卓越啦，反而為咗做得更好而犧牲咗喺過程裏邊肢體間嘅合作啦、溝通、關愛等等。喺超越人手嘅神眼裏邊，人手促成嘅結果從來都唔係最重要嘅。我哋嘅眼裏邊看似係為咗神而做，會唔會反而成為咗自己手做最大嘅大像呢？而忘記咗最重要嘅係咩呢？侍奉嘅過程，安全感會唔會係唔知喺幾時咧就已經由神搬到咗喺呢個計劃身上，以為自己係為神做事，但係不知不覺間整個嘅計劃就變成咗自己嗰個嘅大像，自己整個嘅價值啊、踏實感啊，都壓住咗咧喺呢個計劃嘅成敗嘅身上。特別喺侍奉上邊同埋推動事工裏邊咧，呢個提醒我哋嘅指標咧係真係會唔會搞完一大堆嘅嘢之後就冇咗一班肢體咧？就好似好多教會一抗完堂之後就冇咗一大班嘅弟兄姊妹咧。但人嘅計劃無論幾好幾屬靈幾多人支持，都只係人手做出嚟嘅大像。唯一真正靠得住嘅就係嗰位設計，亦都成就，同時間亦都拆毀計劃嘅神自己。反過來嚟睇咧，如果計劃真係被拆毀嘅，我哋睇唔睇到仲剩低啲乜嘢咧？如果計劃冇咗，但係大家嘅熱心、愛心、彼此嘅了解、配搭侍奉過程嘅同心同行等等，如果就算個計劃冇咗都被加深咧，我相信喺神嘅眼中，結果嘅成敗係點，對神嚟講都已經不再重要，因為最重要嘅
已經得到咗啦。其實我自己都曾經有唔同嘅大象㗎，譬如初牧職嘅時候，作為即係教會嘅負責人，咁啊無論大大小小嘅事啊、人事啊、同工離職啊、家庭嘅事啊，或各樣嘅事，其實都好大壓力，因為咧即係自己嗰陣時有同工又離開啦，轉變啦，有段時間又做自己都要做埋幹事嘅部分啊，同時間咧，亦都要即係兼顧埋咧好多嘅，即係我做成人區、職青區，但係咧同時間咧亦都要照顧埋青少年區同埋兒童部等等嘅，即係一腳踢嘅嚇。咁哇，真係搞到好大壓力，好辛苦，乜都要諗，就係由嗰陣時開始失眠啦。咁之後去到一間同學校合作嘅，即係校園嘅教會嚇，咁亦都咧有機會即係去牽涉到一啲校園嘅牧養嘅事工啦。咁去到一個位咧，就好似哇，我哋再做唔好咧，就即係好影響啦教會嗰個聚會地點同埋同教會嗰個合作啦。咁所以咧自己咧就哇搞到好大壓力，好似咧自己再唔努力啲咧，再去搞掂啲人同埋事咧，就唔掂噶啦咁樣嚇。咁另外咧就係嚟到紐西蘭嘅牧職，亦都發生咗一啲事啦，即係教會。咁同時間咧，亦都覺得哇，唔好喺牧養裏邊出事啊！有咩事咧，隨時咧都令到我哋一家人咧，可能要即係唔能夠再留喺紐西蘭噶啦。咁所以好多發生嘅事，就算係牧養啊，即係講到哇好神聖啊，傳道人牧養啊嘅事啊，冇理由傳道人都有嗰個大將噶，唔係啊，我都有一啲嘅迷失，都靠咗自己嘅手，去到好着緊嗰個嘅成與敗，好着緊牧養嘅效果，好着緊明明唔關自己事，未必係自己做錯嘅，都想盡力做到好，從而做得好係好嘅。但係因為咁咧，而令到自己冇咗嗰份安全感，令到自己失去咗啦嗰份信心，咁樣我諗我就慢慢建立咗啦嗰個大象，亦都自己冇足夠嘅空間同埋信心，定睛咗喺嗰位非人手作出來嘅石頭身上，就係主耶穌。我用晒大部分嘅時間、空間同埋心力，唔係信心喎，喺人手上邊點樣做好，但係冇足夠嘅時間、空間、信心俾上帝。現代人嘅大象可能係一份工，做咗10幾年，升到某個位咧，覺得呢間公司都幾 OK 啦，穩妥啦，身份認同同埋呢個職位咧已經綁死咗喺一齊啦。但係有一日，只係職位重組或者公司重組嘅通告落嚟，就發覺原來嗰個以為一定冇事嘅嗰個象，原來一下子咧隻腳係泥做嘅啫。一個好常見嘅大象就可能係仔女嘅前途啦，會努力花光一切嘅資源、時間啊、金錢啊、精力啊、關係啊，去確保佢哋能夠讀到最好嘅學校，讀到最好嘅科目啊，搵到最好嘅工作。但係仔女咧係有自己嘅意志嘅，唔係可以父母點樣雕琢成為嘅嗰個金像。當佢哋走上即係一條自己都預計唔到嘅路嘅時候，嗰座以子女成就築起嘅像就開始動搖啦。大象甚至可能係自己返嘅教會，最初返嘅時候覺得呢間都幾好啊，呢間教會牧者又好，團契又好，弟兄姊妹又好關心我啊等等。信仰生活咧就係慢慢咧進入呢個群體啦。但係人或者群體係會變嘅，人又會走，領袖可能會跌倒。當人把安全感建立喺人或者一個群體身上咧，而唔係建立喺嗰位即係設立群體嘅神身上咧，遲早都會失望嘅。弟兄姊妹，我唔係話呢啲嘢唔重要啊，我唔係話教會啊、工作啊、房屋啊、家庭啊、健康啊、退休啊，甚至屬靈嘅服侍唔重要，我唔係呢啲全部都係神所賜美好嘅嘢嚟噶。問題從來都唔係呢啲嘢嘅本身，而係我哋將終極嘅安全感壓晒喺呢啲嘢身上，誤以為大象係永恆，但係佢哋結果咧只係糠秕。真正致命嘅反而係呢一份嘅幻覺。
而我哋嘅焦點，我哋定睛嘅，永遠都只有神。危機裏邊嘅信仰回應係取決於平日我哋同神嘅關係，但以理嘅回應係平日操練自然流露，唔係臨時即係臨急抱佛腳咁樣就嚟嘅。我哋喺風暴裏邊能夠攞啲咩出嚟，係取決於我哋喺風平浪靜嘅時候儲咗啲乜嘢，存咗啲乜嘢呢？讓我哋都試一試，不如喺呢一個禮拜，甚至係呢個月，都有一啲嘅操練，譬如可以操練慢半拍啊！下次如果收到任何嘅消息，甚至係壞消息嘅時候，無論係 email 啊、公司嘅 email、WhatsApp 啊、message 啊、一個電話啊，我哋唔好即刻衝去撳掣，衝去回覆，我哋先深呼吸，喺心裏邊講：主啊，我先嚟到你嘅面前，我哋慢半拍嘅，然後先至開着嗰個自保模式啊！我哋先着咗嗰個倚靠模式先，又或者喺今個月之內建立一個緊急嘅禱告圈啦，揾2-3個你信任嘅弟兄姊妹，唔需要好多噶，但以你都係只係揾咗3個噶咋。嗱，約定大家如果有急事，隨時簡單一個 emoji， 一隻手，或者需要禱告，甚至有機會冇空間冇心力去寫乜嘢，總之就係一班人喺你身邊為你去禱告，讓召集同伴唔再係危機嘅時候臨急臨忙先至開始揾人，而係一早已經預備好彼此守望嘅一張網。同時我哋都可以操練放手禱告。嗱，唔係話唔珍惜神俾我哋嘅福氣啊，而係好似亞伯拉罕獻以撒咁樣，將你最珍貴嘅嘢攤開喺神面前，同神講：主啊，呢啲係你俾我嘅，我願意將佢放翻喺你嘅手裏邊。同時我哋亦都可以刻意嘅放大嗰個嘅歷史鏡頭，即係話咩呢？同自己講：我嘅世界夠唔夠大呢？歷史夠唔夠長呢？嗱，由今個月喺我哋開始，無論係睇新聞啊、睇時事局勢啊等等，都問一句：將呢件事放喺神1000年嘅歷史裏邊，呢啲嘢係金頭定係糠秕呢？而糠秕嘅眼光嚟睇新聞就係，我哋睇新聞，無論係咩大國博弈啊、經濟震盪啊、政治變天啊，我哋後尾都加句：呢啲都似大象嘅一部分，終必被那塊石頭打碎。唔係叫我哋冷漠，而係叫我哋唔好俾佢嚇親，失去咗嗰份嘅安全感。而最後我提議嘅，可以每個禮拜揾一段時間，叫做靜默感恩。嗱，唔係列出擁有嘅嘢，而係感恩所擁有嘅，唔係出於自己嘅本事。當我哋開始咁樣數算嘅時候，就慢慢明白，一切都只不過係恩典，而唔係自己捉起嚟嗰啲豐功偉業。李思敬博士講到但以理書咧，用圖畫嚟到抗衡呢個文化帶俾我哋，即係帶俾我哋嘅圖畫。即係咩意思？世界不斷用一啲圖畫去到餵俾我哋，話俾我哋聽乜嘢先叫成功，乜嘢先叫自己安全。而但以理書就係用神嘅圖畫去到拆穿呢一切。世界要我哋以為咧，眼前呢幾十年就係全部。但以理書就將鏡頭拉一拉，讓我哋睇到咧，我哋不過係站喺一個橫跨1000年歷史嘅長卷裏邊嘅一個點咋。呢個就係但以理書嗰啲嘅異象嘅功能，將我哋從自己嘅一生拉翻出嚟，讓我哋睇見整段嘅歷史。當我哋只睇到自己嘅一生，就會被大象嘅金光迷住。當睇到神嘅整幅歷史圖畫咧，就會發現所有人間嘅帝國啊、大象都只不過係糠秕。萬軍之耶和華係全能全智嘅，佢掌管人類嘅歷史，冇一件事唔喺佢控制之下。何況我哋都係佢最愛嘅
有乜嘢需要驚呢？希望今日嘅經文同埋講道裏邊嘅一啲嘅操練，能夠幫助我哋嘅安全感。今日就開始要搬屋啦，由大象慢慢搬去石頭嗰度，由人手所做嘅搬到非人手作出來嘅，由自以為永恆嘅，其實係會爛嘅，搬到嗰個真正不動搖，亦都可以俾失眠已久嘅各位，希望能夠咧俾到你有覺好瞓。求主幫助，阿們。